来继续来看这个移民署台中专勤队，甲台中地检署查到一个越南籍失联的女移工，违法伫台中开医美的工作室。这5人年来替人客做灵房、做尻川被、挂目睭的顶唇、注玻尿酸等等，赚至少100万。这位女移工用俗价请未少越南甲印尼的人客来消费，但是工作环境无医疗的设备，器具嘛可能拢无消毒，这种风险，互法院判刑1年2个月。移民署专勤队员几人集合伫咧大楼内底，带一个穿甲真饱、甲面水光香花，拢要去房间来搜索。就这里，我们就看一下，这样我们会执行搜索这样。地点就伫咧台中东协广场附近的大楼，这个越南籍姓裴小姐是失联期间，非法伫咧大楼内底开医美工作室，替共享的越南籍人客挂目睭皮顶唇、修嘴唇形、挂片式，佮注射玻尿酸，互形象变薄、尻川变翘医美手术。专勤队员嘛当场伫咧工作室内底找到注射玻尿酸的血糖。这要打什么的？要打在手的还是屁股的？这个是打屁股的哈。调查人员发现，这个姓裴查某移工伫咧台湾无合法的医术执照，非法注玻尿酸，每毫升敢收身代票4千，含路口每毫升正万块的行情比俗真济，所以成真济越南人客、佮印尼人客来遮做。不过非法进行，风险真悬，器具可能无消毒，环境嘛无专业的设备，啊，这玻尿酸车拢是为网络顶不明来源进口，身份恐有问题。现场并查扣来源不明的玻尿酸、肉毒杆菌等各式手术用品，全案依违反医师法及药师法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姓裴查某移工利用非法进行手术，赚超过100万。专勤队伫咧伊的工作室抄到32万块，全部扣法院查扣。法院判以药事法输入禁药罪，判姓裴查某移工1年2个月徒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